或惩罚。当我们要求的、期待的没有被满足的时候，不论是有意或无意的，我们会去找一种方法来伤害或惩罚对方，好叫对方来屈从我们的欲望。当我承恩早餐来不及吃的时候，我就会说，他在慢慢摸我说：“好，那我今天不带你去上课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去学校吧。”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就是我有意无意的在惩罚他，为的是要叫他屈从我对他的一个期待标准，他在时间之内要把所有的事情完成。我们常常会用不经意当中会用这种方式，用言语，用自己的标准去惩罚对方。惩罚的形式有很多种，比如说在这本书本里面提到的，不给好脸色看，不跟他说话，或说话的时候有点刻薄、冷淡，甚至大一点的动作会施暴、性虐待，或不愿意与他有一些亲密的关系，避免身体的接触，或拒绝正眼看对方，甚至更严重的是放弃与他的一个关系。这种惩罚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常常遇到冲突的时候，多多少少都会呈现出来。但是雅各书4章1到3节告诉我们，以任何方式惩罚别人，不管是哪一种方式，我们都要去对自己有所警惕。这种警惕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正以某种上帝以外的东西被辖制住。我们被辖制住了，所以我们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，好不好？告诉你旁边的人说，要注意，不要被辖制了。那么，上帝跟偶像有什么样的不同呢？若是对于某项事物会成为你的偶像，则是你对他与对上帝的态度是相同的。就是说，那个爱、惧怕、信靠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对象不一样。这3样也可以作为我们省察，我们去思考自己是否有偶像，有渴望上帝以外的一些事物吗？有惧怕什么胜过上帝吗？还有你信靠什么东西超过信靠上帝吗？这是让我们去思考的一些问题。那我们要如何从这个偶像当中去得到释放呢？我们有什么方法呢？只有一个，就是单单的仰望上帝。有些人说这句话听起来好简单，可是做到好难哦。如何单单的去仰望上帝呢？罗马书8章1到2节里面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来仰望上帝。他说：“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”耶稣基督使我们脱离了这个罪的一个辖制，脱离了被偶像所捆绑或捆住的这种辖制。所以我们只要单单的仰望上帝，读上帝的话语，与上帝祷告，我们在这当中，我们就可以得到释放。透过上帝所使用的这3种管道：圣经、圣灵、教会，来仰望他。圣经就是上帝使用他的话语来显出我们偶像崇拜式的一种欲望，提醒我们如何尽心尽力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上帝与敬拜上帝。当我们只有将上帝的话语摆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分辨出来什么东西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偶像。希伯来书说，上帝的道，就上帝的话语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2刃的剑还要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当上帝的话语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，进入到你的心里的时候，其实就会提醒我们如何去分辨我们那个欲望的所在了。
第二个是圣灵，圣灵帮助我们去了解、明白这个圣经的话语，也来帮助我们去辨识我们的罪，并且去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圣灵帮助我们从我们这些被捆绑当中得到一个释放。哥林多前书2章12到15节说：“我们所领受的，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恩赐给我们的事。因为这些事，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。”圣灵真的可以帮助我们。当我们无助的时候，当我们有那种欲望，当我们有这苦毒的时候，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。教会也是使我们去明辨这个欲望的一个管道。神借着教会使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，透过洗礼与圣餐，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，并坚固我们的信仰。我这边调查一下，我们当中已经有陪餐会员资格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领圣餐，你已经坚信礼，或者是你已经有信仰告白，你已经洗礼的人，在座各位弟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很多。陈牧师回头看一下哈。好，来，手放下。我要再做一个调查，但是这个调查，每个人把眼睛闭上。在过去的这1年里面，我们教会已经有5次、6次的圣礼典，也就是说领了圣餐。如果你领圣餐的次数少于3次的，请你举手。手放下。我这边要请你自己，我们用30秒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，因为我们已经是借着神借着教会使恩典的临到我们，我们要透过洗礼，我们透过圣餐。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了，所以要提醒这些已经有资格是陪餐会员的青少年朋友或弟兄姐妹，你真的在我们圣礼典的礼拜天，一定要到教会来领圣餐，但是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跟上帝做一次的连结，你自己跟上帝做祷告。圣餐的意义不在于领受而已，圣餐的意义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回应上帝的爱。你有多久没有领圣餐了？请你自己与上帝做一个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也彼此关心、彼此教导、彼此鼓励、彼此纠正。所以，上帝透过3个管道，使我们从这个偶像当中去分辨什么成为我们的偶像。什么这样子才能使我们得到释放？就从圣经、圣灵以及教会。以下有这本书里面，在课本的135页里面，还有几个步骤，可以帮助我们去显现出辖制在我们生活中的那种偶像。第一个是问你自己：我怎么样去惩罚别人？我怎么样去论断别人？我要求什么东西？我要求的背后的根本的欲望是什么？我为什么会这样去要求他？我想要得到什么？第二个是，我们要每天祷告。就你刚刚所前面的第一个问题问自己之后，我们每天要祷告，求上帝来除去我们心中的那些偶像。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。现在的物质生活非常的丰富，我们不可能每一时刻每个就会满足了。今天的科技产品日新月异，不断的进步。10年前跟现在，跟10年之后，可能所有的东西都会不太一样。但是你一直在追求这个吗？这个会成为你的偶像，一直在辖制着你。我要买不断，我要买最新最好的东西。如果是这样，你的欲望到底是什么？放在祷告当中，求上帝来帮助你除去你这种偶像。对于那种非常难辨识或者是难以征服的那种偶像，我们可以回到教会里面来，请牧师或属于灵命成熟的长辈、长老们给予我们协助与支持。祈求上帝让我们以单单的想要爱上帝、
敬拜上帝，来使我们那个偶像能够除去。不要让那些偶像变成是替代品，成为上帝，而是要把那些偶像挪开来，使我们单单的敬拜上帝。我们有了偶像，在这本书里面的作者说，如果那个偶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好像那个身体得了癌症一样，这个叫做属灵的癌症。灵的癌症只有一种绝对而有效又免费的治疗方式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要借着圣经、圣灵、教会来帮助我们。所以如此看来，我们要如何不陷入偶像的一个崇拜呢？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人，约翰派伯，他说：当你对上帝不满的时候，你所做的就是罪。当你对上帝不满的时候，你说：上帝啊，我已经这么敬虔，这么每个礼拜来做礼拜，我还11奉献，可是你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些事情？当你在抱怨对上帝不满的时候，这就成为你的罪。但是我们人都是软弱的，当我们有这样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知道，我们是没办法在上帝里面得到满足与保障，所以我们就有可能去寻求其他的一种幸福快乐的一种保障来源。我们之前可能曾听过，有人当他觉得很烦躁的时候，他会去做什么事情？他去买东西，他就买了很多东西，他就得到满足。这就是因为他没有在上帝里面得到满足。若是我们能有积极的那种热情，我们来敬拜上帝，那个唯一真神而且是永活的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要做的步骤就是将偶像摒除于外，将我们的那种偶像从我们心里面挪去。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悔改。诗篇51篇17节里面这样说：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当我们认罪悔改，从心里面去真正的悔改的时候，上帝并不轻看。约翰一书1章8到10节里面也说：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便不在我们的心里了。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所有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中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真的是要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到上帝的面前去认罪悔改的。所以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之后呢，我们要敬畏上帝。箴言1章7节说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愚妄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我的大儿子最近在学校读书，他回来他就有点懒散，然后我就叫他背这一句话，背前面那一段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智慧不是从学校知识而来的，我们真正的智慧是从上帝那边而来。那如何而来？我们真的是要认罪，我们要在他的面前敬畏他，好不好？我们跟你旁边的讲说：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马太福音10章28节里面也有提到：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才真正的要怕他。这个主权是在于上帝，我们才要真正的来敬畏上帝。第三个是我们要爱上帝。诗篇73篇25到26节里面：除了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了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有时候我们爱上帝是要毫无保留的、完完全全的来爱他。第四个是我们要信靠上帝。诗篇37篇5到6节说：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